你是不是老想着用手机轻松赚钱，可又找不到靠谱的项目？手动操作不仅累，收益还低，那可太亏了。今天就给你分享一个全网最新的抖音低价全自动下单挂机项目，单号日赚50块以上不是梦。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全网独家的网页版控制模式，你不用局限于电脑设备，随时随地在网页上就能云控挂机设备，再也不用一个一个手机单独操作了，简直太方便了。单机就能下0-0.8的商品，物流终端到货之后直接回收，能给你0.9米至1.5米呢。它还搭配了抖音低价云控软件和手机脚本，你能实时查看收益和运行日志，心里那叫一个踏实。不过要注意哦，快递点得大家自己去谈，官方可不提供回收和快递点啊。项目包含了抖音低价下单软件、云控软件，还有详细的视频使用教程。设备要求也不高，安卓手机或者鸿蒙手机有任意一个就行。别再眼巴巴看着别人赚钱了，手动操作计费时间又赚不了多少，而用这个全自动挂机项目，就相当于请了个24小时工作的小助手，帮你稳稳把钱赚。这么好的项目就别错过了。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，开启你的赚钱之旅。要是觉得这个项目对你有用，记得点赞，在评论区分享想法，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我每天都会分享超赚钱的项目。咱们下期再见。